2025年4月13日主日崇拜，主在聖殿中，請安然靜默。以弗所書2章8節，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我哋同心低頭禱告。親愛恩主，我哋感謝你，感謝你嘅恩典，讓我哋能夠成為你嘅子女。我哋能夠可以喺你面前傾心吐意嘅向你去禱告。主，我就求你喺當中，你今日喺崇拜嘅當中，你讓我哋去經歷你，讓我哋與你去相遇，亦都求主你去祝福我哋嘅生命，讓今日嘅信息進入我哋生命嘅當中，常常去讓我哋去記起，以至到我哋知道神你喺我哋當中所做嘅恩典。多謝耶穌你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嘅名求，阿門。以下係詩歌敬拜時間，有請 Full Gospel 敬拜隊。神為我哋預備嘅救恩係何等嘅奇妙！呢個救恩係藉着主耶穌而成就嘅。如果唔係主耶穌願意替我哋受死，擔當我哋嘅罪，佢喺死裏復活，勝過死亡嘅權勢，邊個能夠得着不朽壞嘅生命？如果我哋紀念主之前，要記住主係用極重嘅代價嚟完成呢個救恩。我哋要一同感謝讚美我哋主，嚟成就救恩。如果方便嘅，請起立，我哋一齊歌頌讚美我哋嘅主耶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盡有榮耀都得敬拜，歡呼歌唱傳頌救主，耶穌你是王。度都有人坐，可唔可以開廁所啦？你眼光翻塵，我尊貴，甘心犧牲，十架難尋及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盡有榮耀都得敬拜，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你是王，是你令下光翻塵，後尊貴甘心犧牲，
讓主成為生命嘅主，為主使用，與主同行，一生一世咁跟從主咧，我願意。
啲嘅王，即使佢跟住主，但喺罪嘅引誘面前，亦都係無能為力。喺人軟弱上面，唯一嘅抉擇就係嚟到上帝嘅面前，謙卑悔改，接納基督十字架喺上帝嘅架上嘅救恩。仰望主喺復活嘅當中帶嚟嘅盼望，求主賜清潔嘅心、正直嘅靈、真誠咁悔改。上帝所喜悅的祭，就是憂傷嘅靈。上帝啊，憂傷痛苦的心，你必不輕我。詩篇51篇17節。神啊，為我種一顆清潔的心，讓我在裡面有正直的靈。求你滅棄了我，收走你性命，甚至我罪數不清。神啊，為我種一顆清潔的心，讓我在裡面有正直的靈。求你滅棄了我，收走你性命，甚至我罪數不清。憂傷痛悔的靈，你不看輕，枯乾軟弱生命，如何能誇勝？你是愛，我唯一盼望。行十架方可走出最捆綁，憂傷痛悔的靈，你不看輕，醫好敗壞生命，全人潔淨。我要得勝，作美好見證，求你每步成聖。神啊，為我種一顆清潔的心，讓我在裡面有正直的靈。求你滅棄了我，收走你性命，甚至我罪數不清。憂傷痛悔的靈，你不看輕，枯乾軟弱生命，如何能誇勝？你是愛，我唯一盼望。行十架方可走出最捆綁，憂傷痛悔的靈，你不看輕，醫好敗壞生命，全人潔淨。我要得勝，作美好見證，求你每步成聖。憂傷痛悔的靈，你不看輕，枯乾軟弱生命，如何能誇勝？你是愛，我唯一盼望。行十架方可走出最捆綁，憂傷痛悔的靈，你不看輕，醫好敗壞生命，全人潔淨。我要得勝，作美好見證，求你每步成聖。我哋同心禱告，親愛天父，我哋嚟到你跟前，求你寬恕我哋，讓人身上嘅靈魂得到醫治。求主潔淨我嘅心，讓我能有清潔嘅心嚟朝見你，跟隨你嘅腳蹤，聽取你嘅教導。
成為一個合你心嘅人。禱告奉教主得聖子名字祈求。以下咧係讀經嘅時間，我哋會讀約翰福音13章1至17節。我會讀單節嘅字數，請弟兄姊妹咧讀雙節嘅字數。逾越節以後，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裏。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且知道自己是從神出來的，又要歸到神那裏去。就被即刻斬開，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西門彼得對他說：主啊，你洗我的腳嗎？耶穌回答說：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彼得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耶穌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西門彼得說：主啊，不但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洗。耶穌說：凡洗過澡的人，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你們是乾淨的，然而不都是乾淨的。耶穌原知道要賣他的是誰，所以說你們不都是乾淨的。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我係你們所做的，你們明白嗎？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着我所向你們所做的去做。我實在地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今日好開心請到天真牧師嚟到我哋當中，佢今日嘅講題係唔到你唔服。請天真牧師。首先咧講一件感恩嘅事俾你哋聽啦。4月2日朝頭早發生一件事，咁我就將呢件事咧同我個女講，我個女係做護士嘅。佢爹哋啊，你咁嘅情形啊，好快好容易死嘅樣啊！係咩事咧？4月朝頭早我起身，點解有少少暈？咁我冇在意啦。咁我咧係梳洗完畢咧，我再跑步嗰陣時候，我就係5點鐘，我5點鐘跑步嘅。咁啊行落去跑步嘅時候咧，都唔夠一條街啫，都未去到公園一半路。咁我就覺得唔妥啦，個人暈暈地，咁我覺得同我平時嘅狀態唔同啦。我平時就係個狀態好精靈噶嘛。咁我就翻屋企，我就諗頭暈啊，應該有咩係咩事啊？一係就血壓高，一係就咩啊？啊？有咩話？講血壓低，仲有咧？血糖低，仲有咧？我驗我攞個血壓驗咧嚇，你估有咩情形出現啊？血壓高血壓低啊嘛，係咪？仲有冇啊？心跳，邊個話心跳？係啦，心跳，我血壓好正常嘅，咁就心跳咧，我個女話俾我聽咧，正常人心跳係幾多至幾多啊？90啊？60、70。係咪60至咩啊？唔係，60至90。60至100，我個女話咧60至100嘅啫。
你估我當時驗到我心跳幾多啊？一高過100。倒翻轉係就40幾，我唔會低係高嘅， 83。唔止150幾，差唔多170。即係話咧係正常心跳，你多咗成半有多。咁我咧好醒目嘅，咁我就唔會搭車去醫院。我就一去，你估去邊間醫院啊？你住邊？我住南昌地鐵站附近。明廣華，我唔去政府醫院啦，我去法國醫院。咁我去到法國醫院咧，我就去睇心臟科。我嗰陣時8點鐘去到，咁啊10點鐘先去睇，咁我就睇啦。10點鐘一睇嘅時候，個醫生就有你冇你去驗下心跳先啦。驗咗心跳翻嚟之後，你估我佢兩邊都好正常，係中間跳嘅喎。佢好似地震咁跳，咁樣跳，好落嘅。咁佢話你個心跳好犀利喎，佢話你要留醫check 下你啦咁啊。我有冇留醫啊？我唔係冇留醫。佢話你留醫啦，留喺樹啦，我幫你 check 下啦。我心諗，我即刻好大個反應。我話醫生啊，好貴嘅喎，係咪？我係冇錢噶嘛。佢話我喺香港冇啊，我喺美國有。咁啊，我話好貴喎。佢話不如咁啦，有2個選擇，一個你留低，一個咧我轉介你去政府醫院。咁我就話，梗係轉介啦，係咪？我有選睇專科你係1月2、3千啦，我都可以出得。如果你留醫萬幾2萬人玩下手，你知法國醫院㗎啦。咁啊，我去政府醫院啦。咁啊，我寫封轉介信你去。你想自己去啊，抑或 call 白車去啊？咁啊？點解我要白車啊？你知唔知點解啊？白車快啊嘛，唔使等。你就咁去都免費㗎啦。睇個時間去㗎嘛，睇個時間幫你睇啦。冇錯啦，阿 B 呢頭講得啱。如果你自己去，即係話你行得喐走得喐，即係你身體狀態仲好，就唔係好急症㗎啦。起碼8粒鐘啊，係嘛？你試過啊？係咪？咁我梗係 call 白車啦，我好醒目㗎嘛 ，call 白車入到去。佢嗰個醫生再驗我，再驗心跳，再驗嘢。咁我坐喺樹等佢，後尾翻嚟同我講，差唔多3個幾鐘頭。佢話你唔使留醫啊，我俾藥你食，你跳先去食。好啦，隔咗幾日我去覆診，我去法國醫院覆診。咁個醫生咧就睇個咩通啊，個咩通係咪？醫健通。我知人咩通，你總之我通就得啦。我叫佢你批准我啦，我攞身份證去批准。攞咗之後咧，我翻去見佢，佢問我一個樣嘢。佢入到去咧，個醫生有冇俾藥你食啊？我話冇。我自己心諗，我知道我咁犀利，我已經開始祈禱啦，係咪？我嚟嘅時候冇祈禱㗎，我去法國醫院冇嘅，因為諗住冇咩事㗎嘛。去到原來咁跳法，仲唔祈禱啊？咁佢話咧我。你嗰有冇食藥啊？佢有冇俾藥你食入到醫院？我話冇。佢冇啊？咁你又冇事喎？你好正常喎，心跳同埋嗰個脈搏好正常喎。我心諗感謝神啊！咁呢個咁嘅感恩咧，就係即係唔死得啦，係咪？如果死咗就唔可以嚟呢度講道㗎啦。我哋一齊祈禱啊！天父，我哋多謝你恩待我哋。求你係祝福我哋，讓我哋能夠咧時時存感恩嘅心去過我哋每一日，亦都求神帶領我哋，讓我哋以下嘅時間無論講同聽都得到幫助。奉耶穌名祈禱，阿門。嗱，我想問大家，你最近有咩新聞最犀利嘅，最多人講嘅？關稅啦，係關稅係咪？關稅點解多人講啊？因為我個總統啊
我係美國人嚟㗎嘛，我總統係 Trump 咧，就同中國咧，即係喺處猛咁搞嘢。Trump 咧就話咧，一定要你服，唔到你唔服，係嘛？你想中國服啊嘛？中國又話我唔服，睇下你點。兩個搞得好犀利啦，即係話咧，即係阿 Trump 美國人多數都係用一個高壓手段咧去對待人，希望個個去服。咁啊呢個咁嘅時事新聞對我哋冇乜用嘅係咪？你而家講唔到我唔服啊嘛，咁呢個係聖經嘅經文，咁你而家講嘅新聞有咩用啫？咁其實咧，人與人之間咧，我唔講外邊嘅人啦，我講我哋教會裏邊嘅人，我都有陣時會出現呢啲嘢嘅喎，用一個咧係特別嘅形式令到你服我嘅，可能咧係陰醫係唔啱嘅啦，佢都要做令到你服我嘅。嗱，我最近咧真事嚟㗎，我最近同一個 A， 佢想幫一個 B， 咁我哋啲講好咗點樣幫啊，開晒會啊，做晒所有嘢。我諗係上個星期幾我唔記得啦，佢約我去傾偈，佢係天真牧師啊，我想退出啊咁樣，佢話我係受到壓力，有啲人即係希望即係俾啲壓力我啦咁。你估我點對佢講嘢啊？其實我係好唔中意呢啲即係受到壓力而撤退嗰啲嘢。如果你受到壓力而撤退，咁你變咗即係總之我覺得唔啱咧，咁我就問佢，我話我唔贊成受壓力退，你講俾我聽，你係咪好清晰神叫你唔做？你估佢點講啊？佢唔夠膽答我喎。咁我話你再繼續，我再繼續講，你好清晰知道神叫你撤退，我接受。咁後尾咧，我知道咧咁啊，會令到佢唔服噶嘛，即係你用神去壓佢。咁啊好啦，我體諒你撤退啦。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弟兄姊妹中間咧，如果你要做嘢，你一定要知道神嘅意思，同埋你去面對你嘅嗰個處境嘅事情嘅時候，你要清楚明白，你要根據聖經嘅去做，你咁先合乎你基督徒嗰個身份啊嘛。嗱，所以咧，我希望咧透過約翰福音13章1至17節，我哋去睇下耶穌基督點樣令到人哋服佢啊！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就到的時候到了，他竟然愛世間自己所屬的人，就愛他們到底啦！你哋要睇到我 highlight 嗰啲紅色嗰啲字啊！吃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裏。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且知道自己自從神出來的，又要歸到神那裏去。嗱，你要睇到咧呢度呢幾節經文有最重要就愛他們到底，同埋咧下低第2節就講到咧，耶穌知道咧魔鬼已將賣耶穌嘅意思放喺呢個猶大嘅心裏邊㗎啦，就愛他們到底。你諗下，即係耶穌話俾佢聽，我愛你哋到底。講之先 ，He loved them to the end。呢個 love 咧喺原本嘅文字裏邊咧，我唔係帶書包啊，我哋要講一講。如果識講聖經講到，你要講清楚個意思。呢個 love 係一個過去式嘅，逢喺希臘文嘅裏邊咧，過去式係代表咩嘢咧？過去式即係話咧，我而家好愛阿程牧師，假設嚇，係你老公係最愛你，不過即係親切啲。即係話咧，我用呢個過去式嘅講法，我愛程牧師，咁啊好笑啦，係嘛？弟兄姊妹愛都係啦，係咪？我愛佢，即係話咧，我愛呢個心態，呢個心志，內心嘅表達係永遠唔會變嘅。
每日俾任何嘅嘢引致到我呢個愛係有轉變。意思就話喺原本嘅文字裏邊咧，呢個愛我愛佢哋係永遠都唔會變嘅，咁嘅意思咯喎，即係希臘文嘅裏邊。咁我哋就好覺得咧，耶穌個愛係好犀利嘅 ，to the end。有啲釋經家就話咧，呢個唔係時間性嘅，呢個係深度性，呢個愛嘅程度性係講愛嘅程度嘅。咁我就覺得我有另外一個睇法啦，我贊成佢講愛到底，即係話我永遠都愛你嗰種嘅感情，嗰種嘅愛情係好深刻，係好無私嘅喎。因為呢個愛咧，呢個愛字咧係愛嘅裏邊咧，應該有3種愛希臘文，呢個其中最深刻嘅愛。我好難明白，即係愛到底。有釋經家就話呢個深度，但係我自己加多啲嘢落去 ，to the end， 意思就話咧，我愛佢咁嘅愛，咁嘅情感係唔會變，唔會受影響嘅，去到永恆。永恆係咩啊？翻耶穌基督嗰度都係愛噶嘛，係嘛？愛又冇，即係冇時間限制噶嘛。我就係好唔明白耶穌，你都知道佢肯督你背脊啦，係嘛？你仲咁愛佢，仲有一個最高級嘅愛呢個人，好唔明白。我講個反面例子啊！你知唔知黑社會有2樣嘢唔可以做嘅？你知唔知係咩嘢？啊？啱啦！你唔使講啊，大聲啲得㗎啦，我哋冇錯㗎啦。我講到你可以表達㗎，唔使驚㗎。我唔會話你錯咁樣㗎。仲有咩啊？啊？仲有咩？講啊！你哋啦，陰醫。佢唔係講篤灰啊，我聽到。篤背脊啊！係咯。黑社會啊，2樣嘢，其中咧就係篤背脊。出賣咯。係出賣咧，即係出賣啦。咁仲有一樣咩嘢啊？唔可以勾引同門或者黑社會嘅人嘅老婆。我哋嗰陣時已經做咗呢2樣嘢咧，係斬到你手筋腳筋都斷到殘廢嘅。我嘅年代啊，我出嚟行嘅時候，跟死字。如果我知道佢篤人背脊咧，佢雖然唔係篤我大佬嗰啲細佬，可能佢外邊唔同社團去篤嗰啲社團嗰啲兄弟嘅背脊，佢行到埋嚟，我哋都唔騷佢㗎，唔理佢嘅。咁呢個黑社會啦，耶穌唔係黑社會啊。嘅意思就話咧，我就領略到，即係人嘅感情，即係耶穌係100%係神性啦，100%人性啊嘛。咁我相信咧，耶穌面對要賣佢出賣佢嘅人，你估佢心情係點咧？好唔好過咧？我相信咧，心情、心理、精神上，佢要面對猶大嘅時候，話我要愛你嘅時候，哇！嗰種嘅，即係嗰種嘅表達係好困難嘅噃，所以唔到你唔服係咪？咁嘅人，你明知佢要害你，你仲要用一個真心嘅態度去對佢，點到你唔服咧？嗱，各位弟兄姊妹，我今日講啲唔係唔包括外邊嘅人嘅，因為耶穌話我愛佢，我愛屬我嘅人，我愛到底啊嘛，嗰啲係教會裏邊嘅人。嗱，我哋教會裏邊都係嘅，有陣時我牧會咁耐咧，我就知道教會裏邊有好多情況咧，令到我哋愛係分裂嘅，我哋唔會愛。有啲人得罪我，我唔會愛佢嘅，係咪啊？我唔知你有冇咁嘅見證或者經歷。但係就算有人會害我哋，對我哋不利，喺教會裏邊時時講話閒話或者做一啲嘢咧，我唔開心，我哋點做啊？我哋都要愛佢啊！因為咧，跟住落嚟，我哋而家講緊13章1至17節啊嘛，喺13章第34、35節裏邊，耶穌點講啊？我頒布一條新嘅命令，
要你哋彼此相愛。如果你們彼此相愛，人哋就睇到你係基督徒啦，係嘛？咁問題就係、我哋有陣時愛人都覺得我唔應該愛佢嘅，但你要知道，耶穌話咧：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嘅命令，就係、你們要彼此相愛。當你們彼此相愛嘅時候，人哋就知道睇到你係基督嘅門徒。嗱，所以我哋要知道，耶穌咧做一件事情係唔令到我哋唔服嘅，就係、愛害我哋嘅人，我哋都要愛。好啦，我哋改完教會啦，就算喺外邊都好啦，我哋都要用呢個基督嘅愛去愛人。我哋有做工啦，我哋有朋友啦，好多社會嘅環境裏邊，我哋都會遇到一啲人對我哋唔好，但係我哋都要愛佢啊！平等嘅對待，就嚟直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腳，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乾，拉到西門彼得，彼得就說：主啊，你洗我的腳麼？耶穌回答說：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彼得說：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腳。耶穌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西門彼得說：主啊，不但我的腳，連我手和頭也要洗。耶穌說：凡洗過澡的人，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潔淨了。你們是乾淨的，然而不都是乾淨的。耶穌原知道要賣他的是誰，所以說你們不都是乾淨。嗱，如果你睇呢段經文嘅時候，你會睇到啲乜嘢咧？嗱，呢個洗腳呢件事，呢一節經文裏邊其中一點，你睇到啲乜嘢？唔緊要啊，睇到咩啊？睇到咧，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抹乾，有咩特別啊？你覺得？其實咧，可以咁講嘅喎，並用手巾擦乾咪得咯。點解會多一個咧形容嗰個手巾係自己嘅手巾啊？嗱，我唔理人哋點樣解釋呢啲經文，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即係耶穌明知裏邊有個害佢嘅人，佢仍然好仔細嘅去預備，去服侍呢個人。佢唔單止服侍門徒，仲服侍呢個人。呢次係第幾次啊？嗱，你睇下咧，我成日同你哋講咧，經文你睇嘅時候要小心，凡係重複嗰啲字咧係好特別嘅，你要留意。重複咗呢個係咪？呢個意思裏邊嘅經文喺邊度出現過啊？耶穌知道有人出賣佢，呢個經文喺前面邊度出現過啊？第二次係咪？耶穌知道魔鬼已經將賣耶穌嗰個意思放喺猶大嘅心裏邊啊嘛。而家又再出現，嗱，你要諗下咧，耶穌用自己嘅毛巾，跟住咧去到呢個11節，耶穌原知道賣他的是誰，有咩關係啊？耶穌明知呢個人賣佢，耶穌仍然嘅專心仔細去預備。去服侍呢個人，我對待門徒係咁，我對待佢都係咁。你諗下經文裏邊咧，有陣時我哋靈修睇呢啲咁嘅經文咧，有陣時係即係漏咗嘅。
你仔細去睇就係、兩次講到呢個猶大賣耶穌，但係第一次講嘅時候，耶穌就話我愛佢愛到底。當洗腳嘅時候，耶穌話用我自己嘅毛巾擦乾，我相信擦乾埋猶大嘅腳。你諗下，對一個害佢嘅人，對一個成日陰佢嘅人，佢仍然去仔細預備去服侍佢，同等嘅對待。我對待門徒係咁，對待呢個害我、將會害我都係咁。哇！唔到你唔服啊，係咪啊？嗱，喺美國牧過3間教會啊，我唔講邊間咧，有一間咧有個弟兄咧，我哋做牧師就好慘嘅，有人喺背後講嘢咧，你唔知嘅。咁就有2、3位教會嘅弟兄，佢哋有茶會嘅茶座嘅。咁有陣時佢會請多1、2個去，咁啊其中有一次去完之後，有一個弟兄同我講：哇！你知唔知啊？你幫嗰啲人咧，啲組人咧飲茶組啊，成日講你啲唔好嘢，特別係嗰個人啊，嗰個 A 君啊講得好犀利，講埋個名，等我知道嗰個 A 君係邊個。你估我點？你估我點做啊？啊！我係主任牧師嚟嘅噃，你估我點做啊？啊！我有冇唔騷佢啊？冇啊！我一視同仁，我對教會所有嘅人，我點樣愛佢，點樣幫佢，點樣服侍佢哋，每一個一樣。我2024年即係舊年係咪啊？我返美國度假。呢個 A 弟兄咧打電話俾我太太嘅師母話：我想請阿牧師同你咧去食餐啊咁啊！哇！我都好驚訝，佢請我食餐，佢請我去一間餐廳好好嘅喎。我哋嘅華盛頓州有一個湖嘅，係美國第2大湖。咁啊，佢揾咗間餐廳啊，睇住個湖嘅，對住個湖食嘢嘅。食完嘢之後咧，你估佢同我講咗啲咩嘢啊？啊！你真係估唔到佢同我講乜嘢。佢話：李牧師啊，咁多年嚟，我要講句説話，你估講咩説話？啊？對唔住。係嗰啲唔緊要啦，對唔住，我唔使理佢啦，係嘛？已經咁耐啦。佢講咗句説話。佢話：李牧師啊，你係一個好牧師。哇！我一説感恩啊，即係話咧，你要人心服口服，去承認你係一個好嘅牧者，你係要點做咧？你係要專心一意去愛佢。佢係電腦博士嚟㗎，好勁㗎。你諗下，原來我哋彼此相愛，對待每一個人咧，就用基督耶穌嘅心為心去愛人，你嗰個回報咧令你好驚訝嘅，差唔多幾十年佢先同你講，李牧師你係一個好牧師喎。嗱，我希望咧，我哋弟兄姊妹喺我哋教會裏邊相處，我哋都要對待每一個弟兄姊妹，無論佢對我好唔好，我都要對佢，我用基督耶穌嘅心為心。去對待佢，去服侍佢，去幫助佢。嗱，所以你諗下，如果你咁做嘅時候，我相信咧，你有一日，你冇好似我咁有一個好驚訝嘅講，即係一個肯定你係一個好牧師啊！哇！你有陣時你對嗰人對你唔好嘅，但係一路服侍佢，一路愛佢，有一日佢會同你講乜姊妹啊！乜弟兄啊！你真係一個好嘅基督徒，哇！你又幾開心啊！啊，所以耶穌唔到我哋唔服。第一，佢愛係冇分界限，冇分人物，唔理你係咩人，佢愛你。第二，佢對待每一個人一視同仁，係唔偏心嘅。福氣嘅評分，我諗起翻去再整一整咧。
福氣嘅評分咧，我改咗啊！我改咗叫人人有份。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我向你們所作的，你們明白麼？你們稱呼我夫子嗱，呢個夫子好得意㗎。我老師話俾我聽咧，猶太人嗰個習慣咧就係個夫子教你嘅時候，啲小動作啊，或者有啲咩嘢啊，譬如教你摩西五經嘅時候，佢一路教咧，一路念嘅時候，或者教你一啲嘅嘢，佢有個小動作你要跟到足㗎。稱呼我主，你們説的不錯，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着我向你們所作的去做。我實在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你們竟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但係你睇下咧，最後17節，你哋咁樣做，我做嘅嘢係一個榜樣。當你要去對人嘅時候，你都好似我咁去對待人，做我所做嘅嘢，你就有福啦。我喺度睇嘅時候，我喺度諗下，如果門徒知道猶大係出賣耶穌，你估啲門徒會唔會洗猶大隻腳咧？嗰對腳啊，係咪？即係喺人性裏邊，喺情感嗰裏邊，係相當唔會洗佢隻腳嘅喎，係咪？但係耶穌基督話咧：我而家作個榜樣，你要跟住我做。當你跟住我做嘅時候，你就有福。嗱，呢度係呢啲經文裏邊有兩種嘅意思嘅。第一，將來你有機會見到猶大，你都要洗佢嘅腳。你有機會做嘅時候，你都要做。第二，有福，呢個福唔單止俾普通即係近身嘅門徒，仲俾埋猶大嘅噃，係咪？猶大如果佢回轉嘅時候，佢又洗門徒嘅腳，又洗其他人嘅腳，佢亦都有福嘅。即係話呢個福氣係俾所有嘅人，包括猶大。有陣時我就喺處講咧，人嘅人性點樣去做得到咧？而家個問題，我要問你哋，耶穌咁樣做法，我哋做唔做得到啊？係嘛？耶穌咁嘅做法，我哋做唔做到先？嚇！嗱，我唔會叫你表達做唔做得到，我只係話俾你哋聽，想問你，你自己心裏去做耶穌基督生命所做嘅嘢，對人對事對物處理嘅方法，我哋係咪可以跟住耶穌基督嗰個方法個處理個辦法一齊去做咧？我哋可唔可以學足耶穌基督生命佢嗰個見證嘅生活嘅處理人同事嘅方法？我哋可唔可以做得到啊？你唔使點頭又唔使理，你要自己問自己，你自己話得抑或唔得？好啦，我知道你已經有決定啦。我只係咧用聖經提出一樣嘅事物，我哋一定100%基督耶穌一生嘅裏邊，佢對人對事嗰用嘅處理方法，佢嗰個態度，我哋100%學到嘅，得唔得啊？好難嘅，係咪？我對一啲嘅講法咧係有出格，我係好唔中意。人會唔會犯罪？基督徒會唔會犯罪啊？基督徒會講咩啊？我哋都話人一定會犯罪啦。佢唔係話我一定犯罪，我哋都係人啊嘛。意思咩啊？意思一定會犯罪。你咁講係錯嘅，你俾自己留後門啊！去做錯嘢去犯罪害人啊嘛！人係軟弱嗱，我最麻煩最唔中意聽就係
人係軟弱嘅，千祈唔好咁講啊！聖經邊度講俾你聽人係軟弱可以做錯嘢啊？你揾俾我睇啊！咁你話人係軟弱啊，點可以做唔犯罪嘅嘢啊？嗱，呢個邏輯上面同我哋人性嘅思維係有衝突嘅。我哋點解可以耶穌咁啊？佢係神啊嘛，係咪？我哋通常會咁講啊。但係你唔好忘記喎，耶穌係神又係人喎。耶穌當我要用神性嗰方面去做嘅時候，佢就用神性；人性嗰度咧，要做用人去做，用100%嘅人性去做嘅喎，好似呢度咁。我話俾你聽咧，當你話咧人係軟弱嘅，你千祈唔好咁講，你要背一節嘅經文，一節嘅金句，好簡單嘅啫。哥林多前書11章1節，邊個揾到嘅讀出嚟啦？邊個最快嘅？你讀啦。哥林多前書11章1節。當你咁樣睇到呢節嘅時候咧，邊個讀出嚟快快脆脆？最快嗰個。你們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聽唔聽到啊？你們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所以我好中意認叻㗎嘛，係咪？我用叻咧係乜嘢事咧？我話俾人聽，我而家咁叻咁好，係因為我信咗耶穌先有今日。冇信耶穌我就冇今日。我而家效法耶穌，我好似保羅咁，你哋要效法我，好似我效法基督咁。即係如果咁講嘅時候，保羅話你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即係話咧，人可以做到好似基督嘅一樣，係咪啊？啱唔啱啊？所以你第時講俾人聽啊，你唔好話人都係軟弱的，千祈唔好咁講。你講呢句説話咧，就俾自己留後路，知唔知啊？所以你諗下，當我哋睇完耶穌呢一段洗腳愛人呢個咁嘅情景之後咧，你就會覺得我應該效法耶穌，因為可以做到嘅就係愛我哋唔中意嘅人，我哋要一心一意嘅愛佢，我哋要平等嘅對待佢，對佢更加好。我哋有咩嘢咧都同佢分享。如果咁樣嘅時候，我哋教佢真係啦，哎呀，我唔講話情景美麗，情景美麗係美國嗰啲人講嘅。如果我哋個個都係咁嘅時候，我哋教會，我話俾你聽，唔增長都好難，係咪啊？記住咯喎，愛人係一心一意嘅，係唔好變。對待人係要平等，以基督耶穌嘅愛心為心去愛人，而且有咩好處，屬靈嘅好處，大家一齊分享好嘛？我哋一齊祈禱。天父，我哋多謝你恩待我哋。喺呢個世代裏邊咧，我哋有好多嘢都要突發嘅，有陣時我哋都應付唔到。我哋希望咧，耶穌神俾我哋記住哥林多前書11章1節，你們要效法我保羅，如同我保羅效法基督一樣。當我哋效法基督嘅時候，我哋面對呢個世界唔公平、唔公義、冇愛嘅世界，我哋希望咧就能夠用到基督耶穌嘅愛，去喺呢個社會裏邊傳揚主嘅愛，直至耶穌基督再來。阿門。